新北市推动幸福保卫站到今已经有12档的时间，这项计划就是咧照顾弱势囡仔的3档，即马已经扩大到8个县市拢有啊。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现此时这100块已经买无啥物货，所以建议政府得爱看物价，对咧调整经济。现代社会尤其适当的状况，可能较罕得听到。不过，当囡仔主要照顾者失业，也是有啥物紧急的代志，囡仔的3档可能就会出问题。为着要加强社会安全网，新北市自2013年开办幸福保卫站，由民众捐予市府的社会救助专户半钱施行，到当已经12档。互囡仔有紧急需求的时，会当伫4大超商北方混集，也有互球场这店家登记个人资料，食100块以内的物件。就孩子取完餐之后，就让孩子可以就留下一些基本资料，然后通报到我们社会局的高风险家庭服务管理中心。那中心的社工就会在赶快来派案给相关的一个机关来做一些后续的了解，看看这个家庭这个孩子有没有需要后续相关的一个帮忙。根据新北市府的观察，这几年领餐的囡仔有增加，去年有450个囡仔使用这项服务，比起疫情进前加200-300人，有够可能甲这几年通货膨胀物资起价有关系。另外，幸福保卫站的计划对去年开始在北部8个县市扩大施行，予18岁以下的囡仔在紧急的时阵拢通得到帮助。不过，民间团体认为，政府规定的100块通买的物件选择真少，呼吁得调悬。现在考虑的是即马这个物价波动。这100块其实真正是买无啥物物件，爱去调这个价小，那让这的囡仔伊也是去食这个爱心餐啦，去摕这个便当啦，还是这个摕这锅贴水饺的时阵，他其实伊的选择会使较侪，落囡仔这个营养会使有够。另外，新北市教育局嘛表示，过来年假学校因为放寒假，囡仔无通食到营养午餐，所以幸福保卫站计划嘛无限制囡仔一天干那通使用1摆，只要囡仔有紧急需求，拢通到有参与计划的店家买物件食。记者卢尚祖、林飘凯台北报道。